天氣好似幾好喎，起身啦，睇下幾多點先，11點。睇下出邊，哦，真係好好天啊！超好啊！天氣出街食粉魚。天氣好，散步出銅鑼灣食 lunch， 係一個教堂，哇！咁快到銅鑼灣咯〜食飽飽 ，Let's walk home。大家想唔想去教堂行下呢？好啦，帶大家嚟聖瑪加利大堂個天主教堂睇下啦。